在治水方面，现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西尾滞洪池。好，在之前曾经就是会提过哈，那第六河专局这边耗资了2亿4千多万，整治了滞洪池。之后，在黄市长这边，在我们水利局，这边又在编列了4400多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景观设施。入错林呢有2条巷道，就在107年跟108年做，这个做起来对我们那个排水改善功能很好，这个保有铺得很平坦。阮所邻里甲所属里，这段时间就是拢做庄内、里内道路、下水道全部拢有改善，改善了抽水站嘛来加完成。这段时间来，庄内就袂吃水啊，无过去变咧落雨，庄内大家就坐咧等，变落雨水就起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安定区临近南科园区，近年受到园区外溢效益带动，许多周边建设和劳动人口也渐渐落脚在此。因此，台南市政府也核定了安定区都市计划变更，并且新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未来发展指日可待。像是交通方面，预计开辟南科特定区的计划道路，疏解尖峰时间车流问题。而民众最关切的防洪治水上，西尾滞洪池、港口滞洪池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营造工程，就是为了希望有效舒缓安定区排水淹水问题，让市民住得安定，心也安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3个滞洪池。一个142万栋的，一个80几万栋的，88万栋的，还有一个这3个滞洪池就会当落大雨的时阵，水排对遮来，闸门溪边就袂讲一时间排袂出去，尤其闸门溪水重的时阵，水门爱关起来，关起来的时阵你内面的水就排袂出去啊，要排倒去就排来遮来，会当来冻一时啦。会当一站啊，等闸门溪的水降的时阵，水门开开，才个流出去，这就是调节的功能。所以治水是咱上重要的。第二，当然咱嘛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啦。比方时的时阵，大家咱来遮做一个公园，看落日啊，是讲咱即摆未来阁用一寡设施，咱的少年仔会当来遮拍球，也是做一寡其他的活动，当然，咱是希望讲甲打造安定，会当互一个较好这个生活较好休闲的所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 COVID-19 威胁，台南到今仔日已经连续25天无确定病例。议员陈秋红伫总结时就来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另外，伫注意力方面，照具体建议，伊希望市府会当平均分配，莫讲别个区已经住到65岁，也有其他区70岁也未注定。台南市议员陈秋红上午的市政总结时，首先感谢市府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苦和努力，互咱市的疫情连续25天无出现确诊的病例。另外，伫疫苗注射方面，虽然市府按照人口数尽量各区来平均，不过议员却指出，有未少的民众来抱怨，譬如某一区已经住到65岁，不过家己区却有70岁还未住到。因此，要求市府嘛要考虑到年龄层的分布。还是有一些难免会有一些乡亲的抱怨就是讲，有可能伊还未住着，有可能离近，隔壁庄头的65岁住着伊70岁，阮这庄头70岁住无着所以说或许会有一些误解，或许会有一些落差。希望咱的卫生局，我们的市长能够订定更完确的标准更让我们每个
每个乡亲都一视同仁，能够很快速的施打到疫苗。大家就起来，就要5城上下，所以咱嘛希望讲逐区拢做伙好，莫讲一区特别好。所以有当时是一个落差的时候。我们用人口数分配没有错，但是人口数的年龄数不同，所以进行讲各家领导会讲，你65就出掉啊，我结果我70岁还没出掉，我有时候是要用人口数的年龄平均去分配，那让每一年龄层的人都同时打到，那这样或许不会觉得说，那各家政头的印资料我还没出。会有这种落差。我以前拢是吼75岁、60岁，种5岁节间距，甲议员建议做好较细致的，当互尽量各个年龄层达得到。另外，伫防疫甲抗疫期间，虽然看到未少的民意代表结合社会人士来送爱心，但议员认为，如果是指定特定的对象，加上个人的宣传，要求公务人员来帮忙发送，就有广告的嫌疑。对此，市府回应。公部门只提供通知，有需要帮助的族群，绝对袂来帮忙发送个人的广告物资。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陈振东上午总结时，主要是关心北区甲中西区的建设，不管是特色公园、亲子幼儿馆，或者是青年新创、社区安全网等等议题，议员将老中青三代需求拢关心在内。为着要应用少子化的对策，议员陈振东首先针对各区建设亲子幼儿馆甲特色公园来甲市府讨论。议员认为，伫咧今年5月剪彩来启用丁美特色公园效果真好，希望会当扩大到各区，看是要找适合的地点，还是即卖公园来去改造，甚至会当设置挑战性体能公园嘛袂歹。那第一个呢，我想要跟我们市长探讨的一个议题是，首先特色公园的部分。很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在2019年，其实很多议员在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才提到特色公园，但是市长呢，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非常有前瞻性的去推动了顶美特色公园的一个社区邻里公园，要求我们的中西区公所，还有特色公园的妈妈，以及我们的地方的里长来去共同研拟这样的一个社区公园，是不是能够让它更加的活化，更加的这个让更多人的喜欢这个公园。但是呢，我们更要去想到的是，中西区有顶美，那北区是不是有机会未来有一个希望的特色公园，可以来让我们的邻里的市民可以享受到？事实上，台南市的第一个特色公园是在我任内完成的。那个是李梦燕市长前代理市长规划，然后在我的任内完成。所以说，我们的为这个现在已经有几个，17个，是不是？17个，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规划中的、施工中的，已经有17个，所以我们的速度在2年多、2年半以来已经非常快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我不是说您啦，我说有一些恶意的人他们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操作，让人家觉得很失望，说什么别的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在做了。那做的人没有被肯定，还要被人家那样，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不过您说的。北区，因为北区的人口数也蛮多的，我们也愿意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或是一个合适的一个空间，或是把一个现有的公园，把它这个再加上一些特色化。除了关心亲子休闲，另外少年人的创业，阁有新创园区的规划。虽然市府有创建入口网站，但是网站欠缺统整，嘛就是市府各局处的横向联系。对此，市府回应会赶紧整合。市长在这个上任以来，就有沙仑新创园区，或者是营地，或者是强化企业财务应变的推动办公室及台南市中小企业服务团，虽然都很多，但是我们更期待说好就要更好。所以呢，有做了之后，我们更希望说，是不是未来有一个创建的入口网站，让资讯分类汇整可以去加以统整。好，谢谢沈议员的提醒哈，这部分我们会再盘整一次，然后针对关键字的部分，如果有机会，我们会透过关键字的部分再做一些总整。除了关心地方建设，另外议员嘛替消防人员来请命。议员以咱市的消防人员服务比例是1位消防人员爱服务1656个市民，6都排起来嘛是算普普。不过按照内政部的要求是平均爱清1/3，表示台南至少阁欠缺300位消防人员。对此，消防局长回应，消防人员培养至少爱2档以上，阁加上预算的问题，市府会来继续努力争取。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
目前全台湾少22间正值爱心厨房，一直以来因就是免费供应2顿来救济弱势。不过疫情以来，以台南为例，领菜人数加倍成长，互因的经营嘛陷入困境，真需要各界捐款捐献实在，互因当永续经营来弥补政府无度照顾的。由正德资深医疗文团机构所设立的爱心厨房，伫台南分院一透早8点外，志工就要开始传中昼长的材料，有的种菜，有的洗菜，分工合作相当无用。根据了解，也无疫情，因一天救助2顿，需要传200外位弱势分量。疫情以后，需要帮助人数增加1倍，相对人力物力的支出嘛加倍。每个月厨房成本经投资20万，加上疫情捐款减少，真需要身心大地的关注，互因继续帮助弱势。这些民众有的是因为3级警戒之后，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场所不能够营业，比如说餐饮业不能营业，那所以说他们纷纷放无薪假，那这段时间他们收入不稳定，所以他们才需要来领这个爱心便当。那3级警戒之后呢，我们这个爱心便当呢，这个数量呢就是爆量增长，中午最多还甚至来到180人。那晚上也来到160人，所以成长将近1倍。那疫情的情况下呢，这些小额的捐款民众相对的减少，然后我们的食材、耗材、人事成本又相对的增加，所以目前爱心厨房在这个经费上面是吃紧的。无领政府补助，只靠小额捐款维持的爱心厨房，嘛好在在也有热心民众捐献物资，才有法度继续维持拜1到拜6救济有需要的民众。应该是各个单位，我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一群朋友，我们都会去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就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他更多的需求的话，我们会集资，然后去看说这边有需要什么，我们能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忙。疫情3期警戒期间，基金会改成实名制，严格遵守社交距离等防疫规定，来继续提供爱心便当。根据观察，不止领便当的人数增加，连年龄层嘛有下降的现象。其中有一位受助民众的相当感动，期待有能力以后会当回馈。就是朋友告诉我有这个地方，所以我很感恩那个正德还有师傅然后还有就是让我有这个机会，就是说至少每日的经费会比较减低一点点，心里是满满的感恩。然后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当我有一天有能力，然后就是说找到工作，然后我愿意回馈，就是说也是一样伸出我的爱心。当初法师创办爱心厨房，就是以菩萨慈悲的心情，希望要救济政府无度照顾的弱势，至少袂互因摇巴肚。虽然现在面对经营上的困难，不过因强调一定会继续维持免费供餐。上长下律法师所创办，因为他几年前他实际上去了解民情以后，发现台湾的经济景气大不如前，他就是发下大誓愿，对他要在台湾全国各地成立108家的爱心厨房，来真正的来救助这个真正的需要救助的一些弱势民众，所以我们爱心厨房一定会持续经营下去。为达到永续经营，基金会嘛赞助所有民众捐款、捐献新鲜蔬果等食材。爱心专线0622286611，遐是联系全国各地正德爱心厨房。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疫情期间，社会侪侪爱心物资拢陆续到各地医疗院所，感谢因为防疫付出。其中网红郭鬼鬼嘛联合侪侪旅馆业者，捐赠一批餐饮予台南病院医护人员，场面相当温馨。为了小婷第一线医护人员，感谢因伫疫情期间的辛劳。23号中昼，侪侪爱心便当甲饮料分别有250份，陆续送到台南病院，替因加油打气，气氛相当温馨。这批爱心捐赠透过贵耀门牵线，由中西区甲安平区的旅馆民宿联合网红艺人郭鬼鬼共同捐赠。其中伫 Instagram 拥有65万粉丝追踪的网红 Angela， 除了是台南在地查某囝，嘛曾经是护理师的身份，所以特别感动。在地的，就是帮忙还是需要做到。然后对于这一次的疫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参与到，就是救病人啊，或者是就是救个案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就是捐献了一些我们自己心中的，就是提供自己心中最大的帮助这样子，然后捐献一些餐点给这些医护人员，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再有动力的去做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电视上也看到，就是有些可能个案啊等不及，可能会对医护人员比较口气比较差的部分，又或者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社会上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为什么自己不是先的那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不只是我爸爸跟我，还是有很多人也是在等待疫苗，然后等待通知的这部分。那希望大家就可以多一点耐心对医护人员，然后口气比较好一点。当然，疫情期间，旅馆业者嘛大受冲击，生意会当讲是挂零，不过因同款徛出来尽一份心力。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这些民宿业者跟我本身在第一时间就配合政府投入了防疫旅馆，所以这一波的冲击，老实讲非常大啦。其实几乎归零了啦，所以那个也希望说我们能够赶快把疫情压制下来。因为我做防疫旅馆，我切身非常了解说这一波的冲击，而且站在第一线人员的面对恐惧感，所以我这一次才出来说号召一些防疫旅馆来鼓励这一些医护人员。联合捐赠会中，议员李克伟嘛到场赞声，肯定业者配合防疫，采用实际行动来慰劳医护人员。而病院表示，这段期间因接受社会各界所捐献的爱心，真正足温暖。非常感谢，就是长期以来，就是对于那个挺医护哈，然后送爱心啊，那民众的那个热心哈，我们都感受到哈。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哈，尤其是疫情期间哈，就很多那个物资哈源源不绝的进来，然后包括一些口罩啦哈、防护面罩啦哈，然后相关的一些物资哈。那就是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哈，我们更有能量，然后继续的往前哈，然后我们一起共度这个把疫情的减少哈，然后挺过这个疫情的一个期间。捐赠同时，全国疫情3级警戒嘛传出要调降到2级，护护下防疫各行各业会当恢复活动，mau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天端五条港上环理事长欧美辉热心公益，日前捐赠防疫物资予病院甲中西区公所以后，现在伊的查某囝甲囝婿嘛加入爱心行列。22号伫上桥捐出200领的隔离衫，甲500个防护面罩。有感消防甲救护是一份定定爱甲民众接触的工作。先生翁仔某李明义、张旭涵特别准备了200领隔离衣以及500个防护面罩，要来捐予台南市消防局，保护消防救护兄弟这件事的安全。局长李明峰亲自出面接受这份大礼，并回敬感谢状。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议会的郑嘉欣议员在他的促成之下，那我们台南侯家的这个礼品店呢，来致赠我们这个防护衣，还有这个防护面罩。那这个对我们整个防疫工作呢，帮忙非常大。那我们非常感谢侯家，也感谢郑议员，
那侯理事长以及他的女婿李先生，还有他的女儿那么我想这些防护装备呢，我们都会把它好好的善用，来确保我们同仁的安全。非常让侯理事长感动到，他不仅捐给我们消防局，也还有台南市立医院，还有各处包括中西区公所，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爱心公益。那他个人也是希望说，也更多善心人士可以来替我们来做一些善事，那呼吁所有的人。那当然疫情期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很感谢第一线人员所有的人。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抗疫李明义甲张旭涵的妈妈，其实就是常常捐赠防疫物资的天坛5港商管理事长侯美惠，因为受到妈妈捐赠物资的感动，现在换因翁仔某2人接帮做善事。我们本身商圈已经有捐过好几次的防疫口罩，还有一些那个防护衣嘛。那因为小孩子，就我的女婿明义，那还有我的女儿旭涵，他们都觉得说，第一线人员真的很辛苦，所以他们把他平常的一些琐碎的一些支出省下来，然后要来捐赠给我们消防局，来当第一线人员他们的防护，让他们可以更安心，然后我们百姓呢也可以更放心。好，那很谢谢消防局这边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捐赠，谢谢。可以跟妈妈一起这样做这个善事感觉怎么样？就尽一份微薄之力这样子对啊，因为第一线人员永远是最辛苦局的。长李明峰表示，真感谢社会大众做伙关心甲支持消防局的工作，为了大家消停，一定会当度过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现在是7分，北江准雨，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2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